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我日常嘅一啲小領悟。話說無意思同朋友行山，行下我就同朋友講啦，因為小徑嘅側邊咧有一間村屋，裡面有一隻狗。我每次行過佢都會走近鐵絲網，不停咁樣吠我，好惡㗎。我仲話咧，雖然佢出唔到嚟，但係其實都驚㗎嘛。就係幾乎同一秒，隻狗今次真係出咗嚟啊！佢今次咧係同主人一齊出嚟嘅。於是乎，我就戰戰兢兢沿住小徑嘅最側邊，同呢隻狗平和咁樣擦身而過。我經過嘅時候，仲同主人講：我每次行過佢都吠我㗎。主人竟然話：你放心啦，佢仲細膽過你，佢吠係因為佢驚人咋。呢個時候我恍然大悟，第一就係其實我哋只要諗過嘅一啲想法，真係有機會會成真，所以我都會盡量叫自己唔好諗太多負面嘅嘢。第二就係其實我一直以為隻狗好惡，而實際真正嘅佢未必係咁樣，甚至乎係相反。所以有時淨係用自己嘅想法去睇事情，未必係事實嘅全部。第三就係好多時候，尤其是年紀越大越唔想表達，又或者怕得罪人、怕尷尬。其實有時表達下自己，講多啲、問多啲，好多人亦都會願意去回應，反而大家仲會開心咗。以上就係我嘅分享啦，多謝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